你就住这兒？是啊。让孩子上床睡吧。不动他了，动他他会醒的。这酒店，这房间，这一天下来费用挺高的，你怎么能付得起呢？爱宝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靠什么来抚养这孩子？我自有自己的办法。需要我幫你嗎？我可以的。你是有老婆、有家庭的人，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咱們之間何必搞成這樣呢？以後你有任何需要，都可以來找我，我會全力幫你。不需要。孩子睡了，我也累了。你再不回去，南夢姐會擔心的。行。